你怎么回事？我问你怎么回事？看到了咋不等我？刚看到。那你为啥这样啊？我咋样？你看你脸上蹭的啥？没啥。没蹭啥咋一脸灰？别闹了，好好学习。谁闹了？咱俩谁闹了？你快好好学习吧。我连书都没带，我怎么学？你要不说我就不学。你给谁学呢？给你。你以后跟谁有事儿，能不能跟我说一声？还有呢？没了。好。去哪儿？我去拿本书。